Just 了，大家好。新建的图书馆现在已经盖到第3层楼了。这一集呢，我们来学一些跟建筑构造相关的藏文。新建的图书馆有3层楼，楼层藏文呢叫做 Torzek。那一楼从地面上算起来的第1层楼，我们可以说 Torzek Torzek 是楼层，党波是第1个，所以 Torzek 党波就是1楼。那2楼呢，我们可以说 Torzek Niba， Niba 呢是第2的意思，所以呢 Torzek Niba 就是第2层楼2楼，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尼托，尼是2。Tok 呢，就是刚才讲的 Torzek 楼層，所以尼托就是2樓。那3樓呢，我們可以說 Torzek Sunba。Torzek 是樓層 ，Sunba 是第3個 ，Torzek Sunba 就是第3層樓。那或者呢，我們可以說 Sumtok，Sun 是3 ，Tok 呢就是剛才講的 Torzek 樓層 ，Sumtok 就是3樓。牆壁藏文呢叫做 Zikba， 柱子藏文叫做 Gawa。那柱子呢就是用来顶梁的，所以梁藏语呢叫做 Dongma。补平墙面的批土泥墙灰藏语是 Shala， 所以在墙上抹上批土，把墙面补平，藏文呢就可以说 Zibala Shalagap。 Ziba 是墙，啦是一个格位词，Shala就是批土， Gap 就是做，所以 Zibala Shalagap 就是在墙面上抹上批土，把墙面补平。好，在开始复习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新建图書館這幾個月的施工近況。6月及7月時晝夜趕工，要在雨季來臨之前完成第2層樓的工程。第3層樓在雨季時就開始動工，但因雨季的關係，外部的施工進行比較緩慢。现在雨季已经过了，第3层楼的
灌浆正在进行中。与此同时，2楼内部的墙壁也在上泥抹平。祈愿新建的图书馆工程顺遂，早日竣工圆满。好，我们再来复习一次：托借、托借、托借挡波、托借挡波。托借泥巴、托借泥巴，或者泥托、泥托。托借孙巴、托借孙巴，或者孙托、孙托。嘎哇、嘎哇，懂吗？懂吗？沙拉。沙拉，鸡巴，鸡巴，鸡巴拉，沙拉夹，鸡巴拉，沙拉夹。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扎西德勒。